他没有准备。孩子平安，今仔是新春礼拜，恭喜咱抱着欢喜的心，咱来学乐上帝。全地拢要对咱摇花上帝来学乐，咱要用感谢入伊圣殿的门，用上赞入伊的殿院。咱真感谢上帝创造咱，伫咱的生活当中无欠缺，对年头到年尾无拄面来帮助。所以，咱来学乐这首《看见神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
咱请坐，感谢主，伊有大权能来创造天地，甲万物，互咱来徛起是安全的，互咱会当来满足来饮食。咱知影咱信靠主耶稣，信靠主上帝，咱伫伊的内面，咱是无咱钱的事。咱感谢伊，咱学乐伊，咱用咱的专业来敬拜，用咱的专业来服侍，咱用咱的心灵来学乐，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咱来时常甲主讲，主啊，叫你带我头前的路。阮知影，阮的心无够谦卑，阮的心无够柔软。主啊，你创造阮，我们来掠你最大，我们来荣耀你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阮，伫阮的时光的顶面，主你帮助阮会当专心专意，阮的用心灵来服侍，我们荣耀你的名。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主啊，求你来帮助阮，来修正阮，互阮的生命从新的年开始更较丰盛。新的新年开始，阮可以让会谦卑伫你的面前，就是一个新的一年，阮会让专一来服侍你。主我神，你真伟大。我
感谢你，愿感谢你，伫一个新的年头一日，愿领受着上帝你丰盛恩典、恩惠甲恩宠。伫一个新的一年，我每一人有无同款的目标意向，教会嘛有无同款的形态咧变换的方式，伫福音的使命的传达，恳求圣神甲阮同行。愿伫种种的挑战，我们要朝着上帝你互阮的正确的方法、正确的道路。阮确信，伫你立地的下面无难成的事。阮确信，你想事，互阮有上帝你丰盛恩典，凡事拢会当行通。阮相信领受着上帝的手所，阮恩上加阮力上加力的恩典甲祝福。阮感谢你，阮奉了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要做伙参加来启印，记载伫启印文第10篇诗篇27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得要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得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活得失败。虽然大军责任包围，我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永远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宝瓶内。伊会保护我秘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我的头也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宝瓶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剂我。上主啊，我来调剂你。求你唔面插我。求你唔通受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衬。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唔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爸母若欺杀我，上主也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边塔的路。唔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为贵情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我第一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要勇敢壮大，着信靠上主。这是咱要做伙来吟信诗435首，当咱大家来吟诗，请起立。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参见我的光明，紧行天路无练习，用情的高苦心悲，用情的高处心悲，人踮世间多迷茫，功名富贵拢坎坷。
咱要邀请新歌队来学乐。今仔日因要学乐的诗歌是《胆有喜乐》。这是消息报告的时间，咱做伙来献开咱的酒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日是旧历的新年，咱做伙用感恩祈求的心来亲近主，感谢上帝，愿上帝赐予咱用祈祷、乐乐甲感谢的心来迎接新的年，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一个祝福，嘛会当愿大家平安、新年快乐。那么，请大家兄弟伫今仔日。新春礼拜了，会当留步，咱要做伙来翕团体照。第二点，即礼拜你的主日2月7日是正常举办的，请大家人做伙留意。另外2月7日，礼拜日的华语礼拜是暂停的，应该是拜六哦。2月9号开始，咱会举行咱的华语礼拜，时间是伫上午的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人，若对华语礼拜有兴趣的，会当做伙来参与。第三点，咱的过年的期间是1月28号拜2到2月3号拜1，教会逐项的小组咱搁聚会暂停一周，请大家人做伙来留意。咱做伙来读即礼拜的金句。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大地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看啊，我们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以赛亚书43章19节。这是咱读经的时间。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是记载伫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19节。
上主安尼讲，毋通交会记得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想念古早的代志。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敢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工河。今仔日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看主要行新的事。咱甲时间交互牧师。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无论风雨、日出、日落、顺境逆境，阮拢经历着主你甲阮三甲同在的美好的应允。主啊，你要互阮更加伫生命中产生信心，学习倚靠主，认真为主你来活。主啊，阮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疼，来塑造阮的生命，救赎阮的生命，帮助阮有好的生命的典范。为着要活出有主上帝形象的生命，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真做主你疼宣扬的媒介甲管道，来祝福更较侪人的生命来得到救。主伫新春的头一日，愿众人做伙伫你施恩的宝座前来献上感谢感恩。愿同心用感谢的心来展望新的一冬。愿爱更加听主，尽心尽力尽意，来关心上帝国福音的圣工。伫祈祷中，阮也要领受圣神所赏赐予阮恩赐的气力。阮要彼此相挺的心，来坚固肢体的关系，互你所赏赐予阮的生命，通荣耀主上帝，见证上帝你是赏赐生命气力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愿你圣神来充满阮的心，带领你的教会的选民甲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阮所处的所在，通成做一个分享主疼文化的所在，互更较侪人因为有疼的教会，体会到主你疼的温暖。阮会晓包容，阮会晓激励，阮会晓互相相疼。我毋但伫教会相疼。阮嘛伫厝内彼此的关系，互相彼此赦免，互相彼此会惜咧，互相彼此会当伫主你的疼的内底来起造上帝你所欢喜疼的家庭。主啊，阮要经历主你福音所带予阮生命的气力。阮相信，阮的生命毋但对主你遐通得到生命的救恩，阮嘛要伫得救的生命内底，通祝福人的生命，真做祝福的管道。为主你做光做盐。主啊，我们为着阮身体有软弱、有痛疼的兄弟，我们为着爱长老，为着杨明杰，为着无法度来到伫阮中间，做伙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来献上恳求的祈祷。愿你顾守这的兄弟姊妹的心心灵，愿你的灵来引带因的心。互阮每一个人伫彼此互相关怀、带倒的内底，搁一摆来体会着主你的救恩甲疼痛。主啊，阮向你献上感谢。愿上帝你搁一摆用你的话来充满阮的心，帮助阮，互阮会当守你的道，来为主你来活，真实活出上帝你的形象。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摆做伙讲道，好无？团主的道，
吼，你着受祝福哦吼。啊，伫遮祝福咱新年快乐，新年恭喜吼！啊，真欢喜，这是一个非常欢喜的时刻。啊，咱会当伫新春的头一日，咱基督徒会当伫上帝面前，用感恩的心，用敬畏主的心来向上帝献上恳求甲感谢。世间上的人啊，人事物啊，拢是安怎？拢是活愈久长，就安怎？会愈久啊愈新。拢是愈旧啦，人嘛是嘛，对无？咱加一岁了，哇，我搁加一岁啊吼！啊，物件是愈用是愈旧啦，吼，物件嘛是愈用愈旧啦。但是若属伫上帝的人吼，迄人甲代志，甚至事物吼，你要做的工课，你拢会感觉是啥？是新的啊旧的？新的啦。所以我感觉，咱伫新春的时吼，咱着爱去自省去看讲，到底上帝要互咱看见什么新的事，互咱的生命伫新的年的开始，咱用感恩敬畏的心来向上帝来恳求。所以我相信，上帝伊是一个做新事的上帝啦。甚至呢，咱若着信靠伊吼，倚靠伊军队主吼，你会发觉吼，你的生命是哪来哪新，哪来哪体会到，内心是一天新似一天呐。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要看上帝安怎伫咱的生命中来行新事，来体会、来明白上帝要安怎样带咱行头前的道路。咱做伙来看咱2024年吼，咱一冬的中间经历过什么款的代志吼，咱做伙来看吼。来，声音吼，在咱新春的礼拜。新添执事就任在提摩太牧区，圣歌队后壁教会得孙节丰收的祭期吼。咱的好厝边吼，江秋乡长乐过去伫咱旧的礼拜堂，咱旧年就开始这个音乐班，咱玉成老师，阿淑珍老师，咱青年的排球比赛，中华路所办的，咱得第4名吼。在咱的青年子安、子轩所带领这的青年，因拢无去报过佳音吼，嘛是安尼来报佳音。在大桥国中的校长、总务长、教务长。感谢主，互咱伫旧的年2024年经历最上帝满满的恩典甲祝福。上帝嘛要互咱伫新的年，咱就爱有新的出发。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继续伫彼此互相激励、三听的内底来起造上帝听的教会。搁一摆，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你着做伙甲我同心来起造上帝的教会。你着甲我同心做伙来起造上帝的教会。
今日圣经在讲，上主安尼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代志，唔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得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你敢唔知嘛？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这段圣经节是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百姓鼓励、提醒因的话，甲因讲，唔通伫当时对以色列应允的内底，因着爱更加明白，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主的人，爱有一个激励，就是咱的上帝是啥物？伊是行神事的上帝，伊是啥？伊是有气力，甚至将无可能变做有可能的上帝。甚至伫咱的生命内底去经历伫患难的年日，又愿安怎会带来突破甲改变？所以你通好好来思想，上帝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的教会伫行新约基础。所以我拢一直感受到，无论咱人有啥物款的困难，只要你信靠上帝，你徛伫信心的内底，救主的恩典的内底，甚至上帝安怎带领。我相信你拢会当体会到上帝恩典甲疼痛。顶礼拜我看见咱的秀华姐大公主泰丰来到伫咱中间。泰丰过去伫一段时间生命伫拄着困难的内底，我相信上帝要将这个福音放伫一个人的心上，拢为足奇妙的工课。所以我相信，当伊的爸爸我来到伫咱大桥教会时阵，第一个经历。陪伴的兄弟就是名人兄。伫迄过程的中间，我体会出上帝要安怎通过一个家庭、一个信仰，安怎敲找上帝来得到这个救恩的兄弟，要将这个福音带予伊的囝儿，带予因厝里的人。通常拢伫家庭的内底，伫伊要活地年日的时，我相信上帝要安怎互咱去体会上帝圣神的带领甲引带，拢是非常互咱人。想象袂到的，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3章讲起，写着以色列百姓当因被掠到伫巴比伦的时，迄当时会当讲是经历国破家亡的时阵啊。所以对未来人来讲，人会安怎？会绝望还是有希望？会安怎？绝望啊！所以。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来甲因提醒，你唔通阁安怎拘泥于过去的世界，你着爱仰望头前上帝所要成就的代志。所以我拢在想，咱即摆咧看新闻你会看见台湾也好，世界也好，拢咧做真大的变化咱知影即个川普上任马上有影响力无？有无？每一个总统，每一个国家的领袖，伊一上任了，你会发觉世界拢对咧改变我就咧想讲，敢真正人会当改变这个事，上帝无法度嘛？上帝会袂？会啦。所以我一直咧想讲，那国家上帝会使，教会上帝会使袂？嘛会嘛，对无？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会使为主来改变无可能的事。你会当改变为主无法度改变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只要你若为主为上帝来去祈祷，较无上帝去了解上帝的心意，我拢一直相信上帝会改变伫咱目前所看见无法度通改变的事。所以上主安尼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唔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唔知影你是毋是一个常常啦，拄着人咧讲，较讲拢讲过去啊，会袂？会啦，有当时你若听一个人咧分享伊的困境处境的时阵更讲过去啦。但是你会看到伊的声音、伊的话语、伊的思想的内底，到底有咧相信讲上帝要带领伊的头前的路无啦？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伊袂随便安怎伫旷野开道路啦，伊嘛袂随便伫沙漠来开江河啦。你的生命有时伫旷野无？会袂？你的生命有时伫沙漠无？会啊。但是上帝伊袂随便伫
一个旷野沙漠，你无想要改变的人的生命中间安怎行新热啦？了解我的意思无？你的心呐，无想要改变，你的心嘛，无想要互你这个沙漠旷野的生命得到丰富，得到滋润。我相信上帝袂要甲你救啦，因为甲你救无效啦，对无？甲你救你敢来埋怨啦，甲你救你敢来骄傲啦。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上帝为人所做的，一定会配合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看，第一项，来，我们第一个标题念一下哈。不留恋过去的事，专注看主所要行的新事。以赛亚书42章第9节讲：看，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听啊。牧师有咧讲，恁听无？哈，圣经有咧，互你看出讲上帝所行的无？有无？安尼啊？你若拢知吼，你拢安怎？生活中你拢共款过你家己想要过的生活吼。今日听道听的了，你转去吼，嘛共款做共款的代志。你嘛无想要互上帝来甲你引带带领。我相信你新的一档吼，共款啦，跟2024年是差不多了，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了。所以兄弟姊妹，我们不要留恋过去，人常常真欢喜夸耀过去。然后淡化迄个啥？淡化上帝爱咱做的事，来了做民望。但是咧，咱无法度做新的突破。所以兄弟姊妹，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讲：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吴宇恩爸爸有没有说，不要每次动不动就怎么样就生气，对不对？好，泽恩不要讲错的话一样在讲，对不对？好，我们做错的事情要怎么样？按忙个继续咧做。兄弟姊妹，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讲，来，咱做伙来看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上帝在咱的生命内底咧做更新的工作，咱不断，咱若无搁再受到过去的这捆绑，我相信在耶稣基督的内底，伊要赏赐予咱新的身份甲愿望。所以结论来讲，今日圣经在提醒咱，上帝在咱的生命要开创一个新的事。咱需要放了过去的包袱，咱就要将咱过去所会读的咱来甲上帝亲近的关系，重新专心自行看主。所以今日真欢喜吼，咱的情人中间吼，静瑶，不错。为什么？他把最新的一天，前几天吼，牧师伫网络我就先讲，我跟伊爸爸讲。我讲新春礼拜是阮基督徒将新的一日、好的一天献上予上帝，所以请你会使予你的囝、查某囝，若会使，你会当去陪伊来，更较好。感谢主，伊会知影早的时阵，咱过年期间吼，拢安那，大家人拢安那，困晚晚，对无？连牧师嘛困晚晚，足奇妙哦！会知影吼，牧师嘛经历着一个啥？奇妙大事，他把牧师叫醒了。真的，如果没有他，牧师现在搞不好会很惊醒、很惊慌。上帝就是这么爱我们，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充满感恩。当我听到电话声响起的时候，我赶快冲去。糟糕，现在几点了？接起来的时候，牧师，我是静瑶。感谢主，现在几点？现在7点40。哦，惊不惊醒？这个非常惊醒呢。虽然感觉好像牧师没有预备，对不对？可是我的心中充满感恩。所以兄弟姊妹，咱唔通看过去，咱来看是头前上帝要安怎带领咱。所以兄弟姊妹，第二，上帝是什么？是旷野开道路的神，而且是沙漠开江河的神。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中间，上帝一直咧甲咱提醒。在咱教会，咱伫2020年吼，经历着台湾什么代志？什么代志？
疫情有无？咱教会咧建堂哦，应该讲起来，咱2019年年末的时阵，咱就开始咧经历教会咧整修，教会佮拄着啥疫情的关系，咱经历过迄奉献也好，包含即卖也好，咱拢咧经历，有当时是经费上的欠缺，但总是上帝一直咧帮助咱，互咱去经历要安怎样靠主的恩典，认真为主来活，对不？所以咱得安怎？要不要传福音？要不要？还是我们就这边这些人就好了？哪一种比较好？啊，当然是传福音啊。好，如果只是我们这些人就好哈。哎，有一天我的孩子会长大，他们会什么外出呢？他们会出去呢。我即摆想讲教会吼，这青少年吼，这幼儿细囝，那一直拢是干那这幼儿细囝，我嘛烦恼呢。为什么？因为因会大汉，大汉了，因无能力。因无能力为主来传扬福音，因要安怎会当伫未来来造就上帝、祝福上帝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常常去思考，上帝救咱的性命，为着爱咱来成就什么款的工课。首先，咱爱学习，唔通记得过去的代志，也就是唔通互过去的失败甲成功来成做咱的束缚。为什么我讲失败甲成功？失败会安怎？我不敢想象过去我所发生的失败、痛苦，对不？然后你安怎？你会唔敢进前啊，对不？但是你若去回想你所拄到的失败，伫上帝恩典的中间，上帝拢要互你不断来搁较激励家己，搁较细致，搁较谨慎。安尼，这个失败对你来讲是好啊，歹？绝对是好的。搁有一种，上帝咱爱。要爱咱，唔通去回想过去的成功，是为什么？成功代表的是你将你的代志甲完成啊！你用你的方法，用上帝予你的智慧，你去甲做一个有结果的好的方法的改变，然后带来成功。但是这个成功，你敢毋过继续搁少念这个代志吗？爱无？唔免啦啦！吼，像我过去啦，知影要安怎甲囝教讲要安怎做啊，我就诚做我的习惯。好，我就将这项代志就诚做我的方法啦，我就常常咧用啊，甚至我咧搁咧想讲要安怎搁较好啦。简单讲，好我前阵啊开始带这个泽恩去唱歌，去参加这个 MP 唱歌。我本身过去是中合唱团，我就咧想讲，敢若我爱唱歌，我的囡仔逐工踮厝里牧师娘是安尼带咧真艰苦，真痛，真逐摆我若转来转来唱歌转来就看因拢像咧冤家啊，世界大乱一样啊。我就想讲安尼敢好？无安尼好啊，带伊开始去唱啦。唱了咧，无偌久头一遍演出的时阵，伫这讲台上也是这不是讲台，是舞台上他就充满自信的唱出那些歌曲，开始的弟弟妹妹看到就讲，哥哥，我下次也跟去好不好？穆恩就开始讲无偌久连弟弟也讲即摆三个拢去三个拢去去唱歌的时阵因足欢喜，甚至呢要转来的时阵，伫车顶的时阵，咱拄仔咧看这个2024年这个背景音乐，这条歌叫什么？泽恩叫什么名？这首歌叫做什么？荣耀的日光啊！你去上网去 YouTube 去找，这条歌是王明哲伊所作曲的，非常水的歌。因伫车顶唱《荣耀的日光》，上帝安怎样伫咱的生命中间，伫起造，互咱的生命会当荣耀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唔通搁过去一直安怎，伫思想过去的代志，无愿意进前。兄弟姊妹，圣经罗马书12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所要行的心事、生命的更新，并在伫倒位，在伫你的心意的更新甲变化啦。如果你的心意若无要被更新变化，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赏赐予咱的真理甲圣善的工作，安尼咱的生命无法度通得到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查验咱家己的生命，什么是上帝好，
宣传通欢喜的旨意，你的心爱安怎？爱更新变化呗？要嘛，我们一起说，我的生命要为主更新而变化。我的生命要为主更新而变化。兄弟姊妹，唔通效法这个世界。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讲，若有人伫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做新的。借着耶稣基督，咱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我有机会哈，我非常渴望能有机会能够听到泰丰能够分享他生命的见证，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一定在那种生死关头当中，在经历到底神赏赐给他的生命要做什么。好，甚至在他的家庭，在他前面的道路，上帝要安怎样使用一个人来改变因整个的兄弟姊妹啊！所以兄弟姊妹，你位兄弟姊妹，上帝爱咱，借着耶稣基督要做什么代志？你们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你有没有信主啊？有啊，我在座哈还没有洗礼的，大部分人都洗礼了呢。可是你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命会当安怎？到底会当做什么代志？所以兄弟姊妹，马丁路德这些宗教的改革家伊讲啥？上帝并不需要你的好行为啊，但是你的邻舍怎么样？需要诶。这句话伊唔是改革讲吼，教会着在做什么代志吼？还是信用安怎改变啥？唔是呢，伊敢若讲呢，上帝并不是爱咱的好所行，上帝爱咱知影，咱的厝边需要咱。咱的厝边是什么人？敢是你厝里的人？是无？是呢。你厝里的人就是你的厝边呢，你逐工住做伙呢，敢是你的厝边？你上亲的厝边呢？啊，你隔壁的咧，兄弟姊妹呢？你每一摆出去啊，拄着伊，哦，我会记得吼。牧师到即马嘛是吼，对面吼有一户，吼，之前吼，因为伊做怪咱教会吼过去吼，咧起造的过程吼，爱甲因造成真大的困扰，所以吼，因定定拢唔敢看咱哦，甚至唔敢看着牧师哦，看着拢甲伊当作咱无看着的哦。但是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主啊，虽然他不想看我，但是我还是要看着他。为什么？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是不是有勇气？当看到伊，当伊目睭看到我的时候，我会甲伊笑一下，甚至甲伊挥挥手，好，甚至主动甲伊讲新年快乐、平安哦，好，嗨，你好，好，这个话。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爱想讲，咱的心意更新了后，我们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生命会怎么做？所以搁一摆甲你新年哈，大家互相彼此看一下，有快乐无？看一下，头前后壁哦，你无啥色的人甲伊看一下哦。陈默大哥，你后壁有一位春雨姐哦，美英姐哦，咱彼此看一下，放互轻松吼，兄弟姊妹。约翰卫斯理一个寻道中的创始人，伊讲：给我100个完全将心意交给神的人，我可以借此改变世界。咱知影最近我讲川普伊做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墨西哥、含美国，伊安怎禁止这外来移民啊？但是嘛，造成侪移民的家庭的破碎啊，甚至有的已经完全伫美国已经咧生活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最近新闻讲，因的囡仔伫咧上课的时阵，家庭也无正式的美国的身份的人，伊的囡仔无啥敢去上课啦。因为今日上课的时阵，转来的时阵，爸母被掠去啦。所以你要知影哦，一个国家的领袖，伊一上任了后做的决定，会影响的唔单单是国家世界哦，是影响伫个个人的生命，伫艰苦的中间，伫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咧一直咧想讲，上帝安怎透过约翰卫斯理讲，借给我100个完全将心意交给神的人。我可以借此改变世界。咱是不是会当成做这个将心意交给上帝的人？我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一生会当学习，将你的心交给上帝，唔是靠你家己来咧生活，乃是互你的心意，互上帝来甲你引带带领，互你的生命透过安尼来改变，
你的家庭的生活，甚至改变你身躯边的人，甚至改变咱所处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教会要兴旺，需要大家兄弟姊妹做伙来起造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兄弟姊妹，约翰福音16章33节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讲这话，他胜了世界是什么？为什么他胜了世界？世界的人有什么？生老病死啊，有没有？耶稣有死无？有死啊。但是耶稣有割腕无？耶稣有割腕，就是他胜了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叫做灵魂得救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仅咱唔拿家己得到救，咱嘛得爱去思想我的生命要安怎伫主得救的生命活命内底，会当真正得到搁活的生命，去帮助人，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家人，祝福你身躯边的人。求上帝帮助咱，让咱的生命常常对焦在神的心意上面，让他所要成就的事，能够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所以上帝，求上帝帮助咱，让咱有几项咱来做伙来看。第一，你的身份，你的认同，你得爱好好认同你的身份是啥物？你的生命做法、想法，伫新的年，牧师期待咱做一个拍算，做一个计划，做一个计划，来做一个调整。第二，伫你的心内，咱爱开始有自信，靠主的气力，毋是靠家己的气力，乃是靠上帝的气力，互你的信心更加加添。最后，你爱安怎？你会有安全感啦，吼！所以信主的人无迄个无安全感的啦，了解我的意思无？意思就是讲，你会更加有信心为主来活，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伫上帝面前，成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来回应上帝，互咱看见上帝为咱备办新的年，是真正带互咱做新的事。祝福咱大家，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啊，我要为着教会甲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献上感谢，恳求你帮助阮伫新的年做伙同心来起造合一的教会，成做上帝你的见证人。主啊，阮恳求上帝你加添阮信心甲平安的生命，互阮会当更加勇敢来面对最挑战，并持续来活出福音新的异象甲使命，互你的教会成做一个彰显基督疼的所在，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主你的救恩，嘛互每一个进入主你教会的人，通真实通过阮的生命的更新甲转变，通看见上帝你的福音是遐尼水，遐尼有五嘛。愿上帝你赐互阮有一个和睦三听的关系。互阮人甲人的中间，毋若彼此认捌，嘛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有智慧，伫你信心的内底，通过你的话语，会当认捌上帝你要所赏赐互阮的生命是遐尼丰富。恳求你嘛更新阮的心怀意念。伫新的年，阮伫主耶稣基督的疼的内面，恳求上帝你来帮助阮，用更较侪疼心来服侍人，用帮助遐失丧生命目标的人，因为主你的疼来得到生命的方向甲智慧。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应允甲祝福赏赐伫阮的生命中，愿阮的祈祷通得到主你的接纳。愿安尼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耶稣是阮心所欢喜。咱做伙起立来吟。我
我有个你拢无听听，我的心情有时也深，因为世界常常变迁，因我爱你到永远，求你予我答应一个，耶稣我你甲我行去，予我一切平安欢喜，最后我世都要到你，将你心灯照完一时。请坐，咱同心来奉献。基督徒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美好的赏赐，伫咱的生命，伫咱的产业，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工作，伫咱的快乐的内面，拢享受到上帝平安甲祝福。请咱备万心，将你所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来奉献予主上帝。相信上帝要带领咱伫头前新的道路、新的年日，来祝福咱的生命甲家庭。咱做伙起立，同心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伫咱请坐吼，咱请坐牧师伫遮来颁发咱即个红包啦吼。咱即个红包内底呢，拢有即个无共款的圣经节，咱嘛放伫祈祷中，看上帝安怎甲咱带领，伫咱所刻着的即个红包盒仔内底的圣经节。我相信这是上帝会当通过这上帝的话来鼓励咱，伫新的年有一个新的出发，咱嘛有一个新的意向。给我一些音乐，上帝祝福你。你自己抽好了，这样比较有新鲜感哈。好来，美珍姐，你自己，对，来，美心，来你自己抽。这个咱唔是跟外口的人同款哦，咧摸彩哦咱是用感恩祈祷的心来抽哦好无？来，承恩，来，你也抽一张。那上帝要给你什么？来，你也抽一张啊。
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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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丽轩，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来，爱你，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来，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来，我对后边才来哈。OK， 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来，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好，来。咱做伙来唱吼，听候咱组织做一伙来。兄弟，听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来，上帝祝福你，雨辰，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来，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们，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好，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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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听候咱组织做一伙吼，来。听候咱出去做一，咱互相请安，大家互相讲新年快乐。兄弟，听候咱大家真多，互相拜年吼，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出去做一回，听候咱出去做一回。兄弟，听候咱大家真做一回，听候咱出去做一回。听候咱出去做一回，听候咱出去做一回，听候咱大家做一回，听候咱出去做一回，一回，听候咱出去做一回，兄弟，听候咱大家做一回，听候咱出去做一回。啊，咱今日真欢喜吼！啊，这个靖宇执事伊的查某囝爱妮吼，嘛对台中倒转来伫遮啦吼，啊嘛感谢主，啊咱嘛继续为着满足这个查某囝怡静，啊伊嘛要决志洗礼，所以所有需要上这个真道班的课程，啊嘛求上帝来带领吼。好，啊咱伫最后牧师甲咱补充报告，咱等下礼拜三要做伙翕团体相。啊，因为有几位啊，可能爱像牧师妈爱西游记呐，有爱离开，先离开，咱就先等下做伙先提出来，啊先翕相安尼。好，所以咱先翕一张团体相，了后咱才来翕这个家族照啦，吼。好，啊咱做伙来吟上扬的诗，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显家圣心，三位一体，早彼地，现在彼地，将来也永远彼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你的话常常来提醒激励阮的心，安慰阮，勇壮阮的心灵，互阮毋若祈祷，会当常常伫祈祷的内底来体会主你的疼，嘛愿上帝你的旨意心意，常常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显明主你的疼痛。愿上帝你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伫新的年，愿有新的出发，愿嘛有新的计划，
愿拢恳求上帝，你伫阮生命中来行新约基数，来显明主你的稳定甲祝福。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密道。来，咱请咱的理想者吼。